英国伫咧历史课本内底小解白色恐怖的内容，就无讲介多。即马是有少年家甲人员馆合作，设计一套会当互了解军事审判过程的倒仔耍。经过要2冬的修改和调整，即马这项倒仔耍要伫咧今年6月份成做教学工具，开放予老师申请做使用。敢也有别项。伫教室内，老师带学生听老歌。黄昏的故乡苏慧红补破梦，妈妈请你也保重一条线一条，要啊教室内规个暗摸摸。现在进行犯人移交，所有犯人伸手领取号码牌。因为听禁歌加入读册会等原因，全部的人拢互政府认定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，全部拢抓起来。感觉我的人生就要结束啊！会感觉讲我是毋是要去用庆管？我是讲。我阁有厝的人，阁爱照顾。毋过我若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厝的人要安怎？经过一场一场的审判，有的人是挡袂掉辣椒水加身体疾病已经扩大成焦，有的是惊互人出卖，已经精神错乱。就是你咧判刑的时阵啊，因为你根本毋知影你家己是咧做啥物，为虾物你互人判刑？迄个部分，互我上紧张。用这种体验式的游戏吼，互伊会当有感觉。因为有感觉了后，因还有可能会当去了解到这个最特殊的一个历史的阶段。去算了，伊就真正有了解，到底这个过去是安怎来。用白色恐怖的故事做基础的倒仔耍，要入去教室。设计者讲，伊伫咧2019年参加灵幻博物馆不以为止的推广计划，设计出这套倒仔耍。毋过未放入去教育现场，就要对游戏的时间、道具的形体甲规则做调整，才互囡仔耍。他们游戏结束之后，才可以理解说，为什么当时这个时代可能会有这些互相指控，然后当时这些角色实际生命当中经历的事情，其实可能是什么样，比较可以同理。设计者也搁伫咧对游戏的细部做调整，打算伫今年6月开放予老师使用。灵幻博物馆也会收20组，予全国的学校免费借用。希望这个世代囡仔会当用耍游戏了解过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